頭你想食大家掉。好，如我果今日我食呢個哎，你點燈啊？老師我幾點？家條中就話得。點就收。好嘛，撈過嚟。你又話5點鐘翻到嚟，你人呢？準備緊咩啊？好似你都唔識。去咗廁所，你去咗玩咋係嘛？咁我哋有冇做啊？咁有冇出去食啊？好憎黃色。咁啊就淋啦。都未開。台灣區啊，有很多老人買咗老人錢，佢就一享受啊。都冇學過。原來喺個。唔攞錢就嚟呢度啊？唔使錢㗎。嗰啲收晒咯，收晒啲勞力金咯。啲老人咁見啊，夾下嚟堆哦。黐線。有啲話煩。值唔值啊？台灣區啊，計會市場。請邊個台？中山嗰度咧，做個人苦超嘅啦，做嘅。老人嚟個。哎呀！再去顧掉，我這就冇錢。台灣區個老皮無能捱啊，無能過嚟啊，入咗老人。我顧冇錢。係嘅，有嘢㗎。股市、樓市、環球財金焦點，睇呢個國經濟消息，全方位跟進，焦點財經，港股交易日晚上6:40。喂，你啲汁啊彈到嚟我呢度。哇！睇下我連我條褲都有。呢個啊！哇！幾等咗1等喺度供啊！唔使用冇。咁就冇呀。咁冇汁啊？擦身而過，不同故事，城市角落日記，人物，故事，同星期5 78開資訊台。最自信的主廚，最緊要你自己中意呢樣嘢先會有好多人會話我哋係定當咁樣，但係我覺得係個好嘅嘢。咁我哋就希望客人食完之後可以就湯入埋嘅。最樂天的廚娘嚟咗呢度30年，而家開咗間糖水鋪，味道依然夠嘅，係咪要打口入去？我覺得好正喎，梗係啦，我梗係有風範嘅。腸粉30年嘅本嘅事，聽代表香港啦。你的表情現，他的主人一班大部團飛真實出台。總結市況焦點，分享自然風格，演繹新盤建築，每個星期搜羅物業話題，樓盤資訊專業全方位。I don't have no one. He is working on the cool. 南澳喎，打住呢。信息後邊，各種含義同啟示，財金百科日日睇下。逢星期3、4、78開資訊台。港鐵建議機場快線加價，整體加大約1成，預計今年6月生效。政府交代東九龍線最西走線會增設藍田北站，可能下星期喺觀塘區議會討論。教宗方濟各頒禮本港時間星期6晏晝舉行，教廷公布教宗喺社區中風後心臟衰竭。各位歡迎收睇有線新聞，我係陳樹光。港鐵建議機場快線加價，整體加大約1成，預計今年6月生效。有乘客就認為往返機場嘅交通選擇少，加價都會無法接受。先會期報道。
由市區入機場，機鐵係唔少人首選。8年以嚟未調整過嘅票價，港鐵建議平均加價9.4%。有市民認為原價都唔夠抵，會提早用旅遊產品平台購買優惠票。因為有更好嘅平台咁嘅 discount，譬如旅行啦或者去公積金啦，咁都係上必須個費㗎啦，咁所以都會繼續係用翻啲比較穩定即係中資嘅交通工具。如果要快，就淨係得嗰個途徑，咁我諗呢個都冇乜選擇，除咗的士之外，我覺得呢個都係無奈啊，即係，但係都冇辦法啦。我都會考慮其他交通嘅選擇㗎，係啊，因為的士要湊夠幾多人或者都仲划算啲。有一點貴，我覺得110塊，因為我本來以為只是地區裡面不會那麼貴，原來是110塊，不如搭巴士比較好，巴士直接到機場，很方便。根據港鐵建議，成人車費加幅由5%至18.2%不等。由港鐵香港站去機場或者博覽館站，成人八達通票價建議由110蚊上調至120蚊。喺九龍或者西邊站上車，票價分別加5蚊同8蚊。往返機場同博覽館站就加咗接近20%。成人單人票就加10蚊至15蚊。往返機場站同博覽館站同樣加1蚊。至於30人內票全部劃一加10蚊。港鐵話近年通脹同物流成本上升，加上公共交通競爭等，機場快線乘客量至今只係恢復至疫情前大約70%水平，已經出現虧損。啥地方好做？ 1998年通車，曾經係17年加價一次。港鐵話今次整體加幅比率13.8%，通脹率低。其實新環線物期不多。係嘅，你得佬灣仔看好啊，你就好打中國。喂，嗰個任大水，任大水你再搭巴水係做嘅。觀塘區議會下星期1會討論方案，張俊熙報道。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共一隻對籌咗đúng không？嗰籌咗cáiตัวtiền對啊，嗰個燈啊，啊ตัวtiền對，唔大，一路對啊，然後你仔咪好掉，一度清咩嘢㗎？電話咧？電話點解咪好掉？好聽，乜得電話？乜電話咧咪手機啊，咪好掉，我上邊就叫佢。項目會採用鐵路加物業嘅發展模式，買入塘車廠用地同埋寶林路以北嘅比鄰用地，計劃容許商住用途，土地面積超過6公頃，總樓面面積唔多過48萬平方米，預計單位8900個，可以住24000人。走線設計上會預留空間，保留向西北延伸去到慈雲山等嘅可行性。當局期望項目喺2027年批出合約，2033年或之前通車。正參考營運商提交嘅意向書，敲定系統嘅技術細節同埋財務安排等等。有立法會議員滿意方案，認為政府新增多個行人連接設施，能夠方便市民，又認為政府預計嘅落成時間合理。我理解咧，日後嘅出咗文件咧，亦都有一個嘅條數咧係夠快嘅，即係話如果佢嘅建築期係越短，可以越早睇到俾市民咧，其實佢嗰個成功可以攞到呢個中標嘅機會咧會大一啲嘅，會有加分嘅。究竟車票定個機制係點樣咧？會唔會同港鐵有個好好嘅銜接？令到即係東九龍其實都係比較普遍嘅好飽啊！飲水。相信政府心中有數。張俊熙報道。人隻唔隻招，其他
不過媽咪睇得住，不過媽咪一直等你。我媽咪喺呢度呀，我拍電可唔可以啊？拍一次啊嘛。你媽咪又喺呢度影。得啦，嚟啦。乜同你嗨我啊？點啊？都在นั่啊，做夠咩？好啦。媽咪，我媽咪喺度大條豬。好啦，得啦。特別因為大條豬。咁我哋咧今日咧好似跳下跳下，咁無聊好嘅。你又跳下跳下。